後來咧，我係9年之後就去咗本地中學咧，就係教咗20幾年嘅，因為嗰間係女校。郭老師，郭秋雲老師。呢班係我嘅高足啊，同埋呢個官錦坤。錦坤咯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羅安平。羅明。羅明。洪石文。呢個 send 俾阿金秀霞睇啊！哇，靚仔啊，扮靚仔啊，金秀霞想見到呢啲靚仔嘅。橙血。陳重新。嚇？陳重新。陳重新。你調轉嚟大啦！彭重新。陳啊，佢唔使跟我姓㗎。陳國雄。陳國雄。李國強。李國強。張雙慶。張雙慶。張教授。李澤光。李振國邦。郭秋雲老師啦，嘅另一位老師，咁就係個個都認得。風采兒，白葉鐘老師，係細路仔啊！係細路仔啊！但係間中咧喺報紙知道佢哋係社會嘅名士，或者係大學裏邊嘅有名嘅教授。咁我覺得咧，景英咧其實咧係匯集咗中國五湖四海嗰啲精英分子咧聚集喺度。因為當年啊，大陸共產黨嚟嘅時候，好多嗰啲中國外部文人嘅精英啊、文化界啊，或者工業界啊，有咗落嚟香港。咁佢哋嘅後人咧，就係而家在有好封閉。所以咧，以你哋嘅質素嚟講咧，喺任何時期都係一級好學生。我哋教到你咧，後邊就係余愛玲同埋紅帽鄧老師講緊嘢。呢個係我心中嘅事。我教書教34年，喺領英係只有5年。但係呢5年咧，就支付咗我整個人嘅生命。我喺某一次，今年某一次，鄧老師後邊係韋社。已經講過，經啲點樣背書啊？我而家因為有好多個個都要背啊，我唔係喺你嗰個好多次，因為係我心裏邊嘅。睇下咯，啱啱隔離錄緊新聞。喺我人生度，有無位希落介紹？紅褲校長，佢成日想問呢啲領英學生，我咁啊介紹我識嗰啲咯。係強麗天空裏邊嘅雲彩。留給我恆久美好嘅回憶。